你那么一阵咋不？阿就是得好话比别弗朗哦。你在的呵，我是叫木家你什么呢？你么都听过？地马艾米丽波达嘛，家嘛耳朵许多，没事，那么就得好话比是叫木家弗朗哦。你那个出在一时一句抓马里边，你买米嘛学了过，听嘛可过出在你嘛，你记嘛的别嘛跟你说咯，听耶耳朵许多的没事，你耶我嘛多的没事，大不听耶耳朵许多的没事，耳朵许多的没事别嘛呢。伊阿里瓜吃野米，家嘛去店里，认识下去过家嘛，手边得了花嘛店米，咱们说俺咯，做抓嘛，我买米，一点嘛做，阿天米4点嘛到店里，别跟你说说俺咯，别晒米。别的话嘛，你买米嘛做，阿天米，你抽的多家是干啥嘛？你过个嘛，你嘛店里跟你说说俺咯，这里是拉索呢，家嘛个多的没说俺咯，你呢？我嘛多的没说，我嘛多的没说呢，阿里是拉索俺啦，一年家嘛个多没说比。婆都是医生啊咯，一直呀嘛阿里怪米，嘛家嘛可得认识下腿瓜嘛，得了瓜嘛，你是阿嘛你嘛就是啊咯，你嘛么能语呀嘛瓜，你是阿嘛你嘛瓜比哩医生啊咯，如没出配别个嘛都加生啊咯，一直切别个哩都加生啊咯，就了就是说的阿天米。你嘛啥多里医生啊咯？就是拉从年耳朵的阿天米，你嘛是，若是吃头怪米，阿弟子路你嘞，马蹄头吃啥头？啥次抽吃瓜比，里吃啥次瓜？不上夜家嘛一时代里，错在你嘛瓜，是大咯。古里爱米，你啥代米？啥瓜瓜拉丝，嘛家嘛一时是咯。古里呢家嘛比嘛家嘛，木子提的。罗拉罗，古里呢一次抓特里，马家嘛木子的支付个那嘎罗，马阿天呐，马家嘛木子花里是，为啥个大嘛家嘛你嘛别里啷哦？古里呢如爱米如你嘛瓜，阿里是提罗的学啦比都家你嘞，古里呢阿只是的为啥你里出过手，意思家嘛多4点嘛认吃，哈个是伊那嘛，这头积累比别弗啷哦。那罗库鲁斯阿只是的呀，可啥么哇？阿只是花花的呀。